嘛好，嘛你好吼，甲你请问一下，哦，真好真好，健康种行长退休啊，哦，甲你请教一下啊，嘛要甲你请教一下好，哦，啊这啥物时阵咧拜拜？这做公祭诶，哦，个公祭吼，迄个9月初5啊，要11点开始呢，11点开始诶呢，哦，遐大公祭啦，哦，啊，这有这北公祭。北公祭，哦，这做甲足水诶你，哦，好，谢谢这2斤啦吼，这2斤吼，红有3斤咧哦，大公介3斤啦吼，哦，这一般拢哦，这一般拢2斤啦吼，哦，好，即马有看拜猪头的，这是正式的哦，咱毋是拜猪头啦，有看迄猪头壳的，迄是正式的，这是正式啦吼，正式是拜阿里母吼。猪头壳毋捌代表啥物意思？猪头壳。迄是偌大只猪的头壳骨。9月是哦。哦，有咧拜猪哦。我拜猪，拜足猪的。拜什头？拜猪头。毋是，规只咧拜呢？规只拜迄是这是。哦，这是。初5就是咧拜迄个猪头。哦，初5就去拜猪头。猪头是要控猪头皮，还是要控啥物？这拜拜等于看要煮哪嘛，出侪因啊。猪头敢规箍咧煮迄个，我遐还放会落，鼎大鼎煮哦。无，因咧倒摆讲啦，都等于拜拜，虽然收等于，爱收等于你要食安怎出在恁的啊？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人一般迄猪头怎无油啦？猪头皮可能有咧煮咧食。像咧骨头，毋是咧控排骨哦。控出在咱控啊。猪头骨哪有咧控一落？有啊，哎呦，猪头壳，控的猪头壳。猪头壳伊就是内底拢咧脆，就是咧食咧脆咧营养咧脆。食咧脆啦。对。可能食头脑的，猪脑哦。猪脑咧营养。猪杂人，无杂人，阮食脑补脑。对啦。我猪头壳遐宝贵。我是做囡仔就伫遮。哦，是啊，感恩啊。生啥物大姓？我姓陈。是对外遮过来。我讲即个。弄即个砖头的哦，姓陈。哦，是。阮就是哦，拢9月初5吼，拢初4就开始看客。恁捌看哦？看客看迄个看袍啊，还是车色啊？会啊，看客哦。哦，就爱穿白衫白裙呢，白衫白裤啊白裙。迄落，拢穿乌的裙啦吼，白衫，乌裙白衫，哦，好。你若毋捌来，你哦初4迄个。迄个菠萝啦，中昼节后咧唱歌后底迄个档就有。有咧唱歌咧哦。有哦，迄拢有戏白，拢哪会拢有哦。古早时代敢有咧唱歌？中昼节咯，中昼节咯。古早时代敢有咧唱歌做？迄落演过咱迄阵较瘦。哦。就无啊啦。是啊。即个对时代就对会着安尼啦，哟。较早就拢咧空袭啦。哦，空袭。迄阵阮拢无读册咧。无读册拢食饱吼，鞋啊，无人穿鞋仔挂咧，拢用行。哦，是，毋甘啦。拢无钱啊。行鞋仔穿。哟，对啊。拢挂鞋仔头。这样吼，去到遐无？去到迄田尾遐无？田尾读册呢。田尾遐圣贤国小。哦，伫咧台北遐。阮做囝拢穿衫。敢会行半点钟？行半点钟。我毋知影，我无了。真远的哦。是即个尔，这过尔。是啊，真远的。囡仔咧行咧耍尔吼。安尼啊。哦。迄阵拢咧美丰公园。哦，美丰公园。拢这风湿来哦，这风湿来哦，这无弄啊，乌一个空哦，当啊，咧风湿就好避了落啊。有啦，迄个美国的飞机来咧打。迄个中日哦，八年战争。造啥乱？第2届世界和平。迄个扫射吼，阮若出去哦，去转过出去哦，
吼，会芳倒咧，倒树啊，有树叶啊吼，早咧，伊就无看咱，对啊，无看咱味对，我无迄扫声，咦，安尼吼，咧扫声咧，哦哟，足可怕，嘿，钓来鱼，那大着不得了咧，哦，钓到死啊！哎哟，他老咧，袂堪咧。啊，香港落是要学偌济窟啊？安尼钓船，啊，学一个安尼。哦，学足济窟来了，拢路仔边学呀。对啊，拢伫路仔边。哦，然后需要咁跳落去。啊，需要就迄个空心来就，啊就好，好人去到这来，你就好走落呀，无你袂赴。是拢送咧雨呀。迄落啊，公所咧雨。派出所咧无。派出所咧。一个公布天台。哦，是。你买无人机买来着。是，淡水咧，是，空色金。对，啊，种啦，大要刷是咯，安尼着好尔，无讲一个搁放咧，搁放咧。较长音啊啦。是。哦。你无咧空心安尼啊？那落雨风光就拢水安尼边啊。水啊，跳落啊。安尼跳落啊。啊嘿吼，安尼跳落三裤拢淡呀，三裤拢淡呀。哎呦，正样对，生命爱较。哦，迄阵可能食番薯签的啊。是。大家拢食较歹啊，辛苦。啊，遐辛苦爱得到第三宝啦，爱赶紧得到第三宝啦。还是。来就拢在叫，咱遮这阿里母啦。阿里母阿里母斗保庇，啊，毋是有拜李老君的呢？太祖李老君。阿里母呢？阿里母。啊，另外佫有拜太祖李老君哦，还是同款的？迄个做大公界阿里母，安祖，安祖，安公。按第二按啊，按做按公。拢安尼拜，嘿，安尼拜。哦，是。啊，较早因讲。毋是讲太祖李老君啊。安尼，太祖李老君就是安尼啊，哦。是，感恩。按祖。还是咧讲咱的阿祖。咱按祖，这就是。按祖是讲咱的祖。按公，一个按祖。哦，按公按祖，按公按祖，阿里母，公界阿里母。哦，是。按公按祖。有啥物问题无啥个啊？你甲伊讲，伊是。咱斗帮忙。是啊。迄猪头壳拢无咧叮当的吼。迄猪头壳拢无咧叮当的。安尼咧拜尔。哦，有咧炒迄啥物叶啊？吊兰了。吊兰就搁去买啦。无买，拢家种的。家种的呢吼，吊兰吼。初一15拢爱拜。哦，初一15很有咧拜啊。是啊，初一15很有咧拜呢。换青。换青啊！啊，水敢爱换？哦，干啊，啥物干啊？迄个叫做阿力干啊。阿力干啊。哦。啊，迄敢是叫做阿力干啊？外口的敢是？这是叫做按公的迄落。按公哦，啊，第二按了，毋知影哩，按公。哦，是，迄孙出神呢，孙出神啊。你啊看迄竹啊吼，竹啊头圆圆。迄就是迄个。竹啊。伊迄个哦做吼，伊会讲啊做，迄个桥啊呐。跳桥。哦，迄孙出神带领兵马哦，啊出入的路。哦，遐。啊，迄兵马。阮做囡仔拢会做遮啊。哦，迄做兵马呀。咱讲这较好。咱老啊，也无读册，毋知影讲啥物按，咱毋知影。你等下咧音呢？按公。哦，按公啊。是。啊，按祖是内底，还是拢共一个嘛？按公。哦，是。阿里母，按公安尼。阿里母，按公。按祖，按公好，感恩你哦。大公界3间啦吼，啊，一般的公界都2间啦吼，啊有大主要的正式拜阿里母吼，啊边仔迄个做孙出的呢，吼，孙出地方呢，吼，孙出孙，哦，那就按出大方的，叫按公，哦，是东公界啦。东公界才北公界，啊，迄个南边也有东南公界，迄龙河寺的边仔有只东南公界，啊，迄个佫有一间庙做东河宫呢，东河宫，哦，服侍迄个清水祖师公的，哦，啊，东河宫的
边仔迄个做西南公界，啊佫较西边，嘿，大公界太离上西边，大公界离咧上西边，对，是。啊，这公界边仔拢有树啊呢。哦，这树啊这个。大拢树啊。哦，这树啊，那个树啊。你是大人尔，会当时啊，这路路点呢？哦，会当时啊，当来这有。拢来遮行棋啊。哦，行棋啊。嗯。哦，哪有咧移机的哦？哦。古早时代这边啊，敢袂使人咧卖物件担啊，敢袂使摆？老早时有啦。有啊，哦。哦，讲我青草啊。哎呦，是啊，阿敏啊，青草地，嘿嘿嘿，好，真搞。哦，迄红啊，唔爱送做甲水红啊。政府来用的哦，做甲遮水了，看这。哦，呀看呀，哦，真搞，做甲遮水啊！这日母的祝福，日母的祝福了吼。听部落讲故事，西人仔祝诶，愿味。西人仔呢，台语都唔安怎讲，西人仔。